国家铁道博物馆。张医生你好，我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主任，我是陈。你好，你既然来啊，我就带你来看我的国家铁道博物馆有啥物较特殊的所在、较好耍的所在。来。啊，你先看到啥？广场。其实阮这个铁道博物馆呢，是伫咧台北市的市中心。台北市市中心吼，这个土地吼真宽，迄个大巨蛋甲阮来比，差不多3粒巨蛋的宽度。还未变博物馆正前，伊是叫做铁路局的台北机场。铁路局迄阵咧经营的时阵，伊拢咧修理咱台湾铁路的火车。伊嘛会当做火车的车厢。所以机场这个单位其实伫咧铁路内底真重要一个所在，上大栋的迄栋，迄叫做左立工场。左立工嘿，左立吼，90年前的建筑物。90年安尼，迄阵这个是日本时代起的，咱这个台北机场有足侪的工场。我即马的任务就是甲这个工场、这个建筑物变我的博物馆的展览场，安尼咱就一间一间安尼来看。好不？好，呀，这就是古早修理火车的一个工场。我知，这是买票的所在吧？嘿啊，学生优待票，来确认。好，安尼50块。你无钱变怎？我找爸爸。好，安尼继续。好，安尼来带你来内底看。啊，这个工厂是咧修理柴油机车的建筑物，所以讲你较等会当看到甲柴油机关车较有关系一寡的车辆，也是一寡内底的零件。啊，参观这时阵你就摕家己的票来对摇好。这是火车、机关车的迄款会让咧铁道行的叫做转向架。柴油机关车内底引擎真大，你看。这比你的身躯较大，比你的身躯较悬。啊，这是引擎跳落来内底，伊的气缸，搁甲跳开，互咱的观众去看咱气缸内底，阮的物件拢足重，嘛足大件。所以讲，阮咧安排这个展览的时阵嘛是互阮开足些时间来想，免哪猜才会水。对，你来看，这是古早的哦。俗语讲5分仔车啦，吼，5分仔车是讲咱比台铁的铁路的宽度搁较矮，咧庄脚咧走。啊，这款车是伫咧中南部咧运甘蔗。啊，阮用这方式就是介绍，互恁遮的小朋友是对这款火车有兴趣的，互你看足清楚讲，伊这火车要叮当的时阵，伊的链啊，也是这款的连杆，安那为伊的气缸。会当叮当会当走啦，这个原理后壁阮的同事去摕迄个台糖的，你看这其实才是台糖的迄款糖包呢，底下呢好买糖笑的这款5分仔车是即马在台湾现主时唯一，啊，搁咧用火车咧运送甘蔗的铁道。你敢毋知这啥物物件？你毋知吼？你看，这有一条线，啊，其实代表电线，这是吼电车。电车的车顶，这款物件叫做集电弓。集电弓就是讲，敢若弓箭的造型。这款物件就是要甲电线的电透过这个设备，把这电引入来电车内底，会当互伊叮当。你要来试看卖无？你这个按钮甲试落，你甲看一下做啥物代志？哦，都起来，都跳起来啊！所以。伊即马是有电的。嘿，你若是讲这款状况，其实伊内底电车伊就食到咱电线，提供互这台电车的电。啊，你若甲放落来，无电啊。
地主人话讲到一半，边仔的大阴幕忽然间动起来，原来是铁道博物馆为着要互大家了解火车内部的结构，特别用电脑扫描的显示放互大家看。哇！原来火车是安尼运作的，这实在是真了不起哦！伫即区要甲观众朋友介绍是讲咱铁道的跨度。你即摆真少看即个跨度，啊，即摆你过来洗翻头，有无？你手安尼比，啊，你过去比遐，差做这了无？对啊。强要差一半。即个铁道的跨度是咱即摆台湾高铁要用的世界标准的标准铁道的跨度。这个电视的车辆啊，甲这个铁道是台湾高铁公司关乎阮铁路博物馆。我用这个铁道的跨度，甲咱遮的观众朋友讲，我遮不单单有台铁的铁路、长厂的铁路，我嘛有高速铁路的一寡关系，一寡工程车，伊做咱电视的展览品。主任，为什么铁基路爱用石头？爱用石头吼。因为咱铁基路这款物件用石头有两个作用，第一，节目内底吼，伊放的伊的基础用石头来增加伊的稳定，火车咧走的时阵才袂安尼歪歪翘翘。啊，第二，石头会当帮助排水，水咧排的时阵才袂积水。你若是讲石头若无创到较缺色，还是讲伊石头称伤少，伊内底土就会喷水，喷水迄物件其实对铁路的安全有影响。咱毋使捡石头。石头吼，石头这款物件伫咧铁路的沿线上好莫去捡，因为讲这款物件你咧捡了后，你若是无小心，你石头安尼乱捡乱弹，其实嘛会影响火车咧走的时阵的安全。石头是毋是会使互铁基路会使热上冷缩，才袂害皮？石头对伊的铁基路本身的稳定啊，甲排水是有较大的功能。热胀冷缩是伫个咱铁路甲铁路咧接触的所在，爱留一寡芳。留这个芳的时阵，伊热胀的时阵，等着烧热，伊膨胀了后，两支铁基路相接的所在带挖做伙。你若是讲拢无留迄个芳，像热天天气温度遐悬，因两边的铁路，若你无迄个芳来做伊咧救煞的时阵，伊会甲挤歪去，迄点都危险。所以讲，咱热胀冷缩其实伫个爱反映的是讲，咱铁基路甲铁基两支铁基路咧接的时阵，你爱有一寡芳，用迄个芳来解决热胀冷缩的一寡物理的问题。安尼你了解无？了解啊。好，这台车就是迄阵咱高铁咧建设的时阵，为日本过来，日本的新干线吼，新干线咧用的一寡工程车，所以这台车其实伫咧台湾嘛是真罕见。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原装的原装的车，就过来，这台火车真特别。主任有讲哦，这是台湾头一届外销的火车，伫60年代台北机厂家己制作成功，搁卖到泰国去，是台湾国际贸易的大成功。伊毋是载人客，也是载货，伊会挂伫火车的上后壁，顶头有瞭望台甲窗仔，会当互车长随时检查列车的状态。还阁有一台顶悬有日文的火车，超级厉害。伊是日时会当坐，暗时会当困的火车。以前台湾嘛有会当困的火车，毋过后来煞无啊，实在真可惜。好你家知，日本甲这两只车手送互台湾，实在是最好的礼物。助理，哎，为什么这设计遮尔特别？伊来到遮的时阵，伊就单内底有镜啊，碟啊，镜啊，吼，咱讲弹簧嘛，吼，啊，这款车其实吼通勤咧用的啦，
就是咱即摆敢若咧做捷运共款，你看，伊规个拢是即款的，医疗啊拢是一条的长长的。啊，即款车古早我咧小朋友时代的淡水线就是即款车的车上。啊，即摆淡水线就是变捷运啦。你即摆坐位咧是一条长长的，即款的阮叫长条椅的普通车。后壁迄台车是另外一款会当椅仔会当变方向的。知影说无？你敢知影？毋是，其实伊有机关的，伊内底有唱机关的。机关哦。嘿，你找着无？你找着无？找无对无？对。来，我教你。来，你甲这个椅仔吼，椅背安尼，小塞一个，塞一个，吼。哦，安尼就可以，就当塞开。后壁。好。成功。你的电风会当咧放安尼咧洗。安尼，我即马甲修理了，伊有电风都会当关起。哦，啊，这个开关佢，啊，这个要关起啊，啊，搁甲泡开。哦，啊，这窗口拢会当开。古早坐火车有影无冷气，啊，就是安尼靠自然的风，还是讲电风。啥叫对号快？对号快就是讲你买车票会甲你对号啦。所以讲爱对号才会当对号座位啦。啊叫，这栋是叫做总办公室。啊，你看伊这款的造型，你看这坐人啊，你来看吼。啊，真有一寡设计。啊，其实这栋嘛是足久的建筑物，古早的因开会办公室，伊的茶座这样桌啊。啊，你来看这间。会议室安尼行来，拄好是另外一个办公室。这间叫做副处长室。阮的主题咧介绍就是一个叫做地万金先生，伊伫咧日本时代就伫咧这个工厂做代志。所以阮甲伊以前伊当遮学习的一寡毕业证书，伊关乎阮的一寡资料，用这间的副处长室来甲纪念一生。拢伫咧铁路，尤其是伫咧做这款铁路的火车的修理、蒸汽火车的修理，啊，甲复原，伊是真心一代。老师，嗨，你讲。遮毋是有两个副厂长？对啊，两个位副厂长。啥物人才会当是厂长？啊，听伊讲啦，有一个传说啦，吼，传说就是讲，这两个位吼，面向。厂长室这个人，较有机会变厂长，吼。不过这是传说，厂长嘛好，副厂长嘛好，拢是为着这个铁路这个工课来贡献因的智慧甲因的技术。张宇少，咱来看这间，这间是阮铁道博物馆吼，伫咧总办公室所规划一个叫做“移动甲感动”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其实要甲咱所有人介绍讲，咱铁路文化吼。其实是甲咱的生活、电影，也是一寡小说，吼，其实拢有一寡文化的物件内底，拢会看到咱铁路的一寡主题，真好听的主题曲，譬如讲洪一峰迄阵唱的《古井咪咪》。古井咪咪咪，你脚上也是你。阮爸爸迄个时代，吼，这条歌敢若流行歌共款，介有。这个展览毋是干那互铁道迷众来看，是甲咱每一人的生活甲火车连接起来，迄是一个记忆，也阁有历史。今麦伫这个博物馆，咱嘛会使坐伫火车的椅仔，看以前的电影，会使来听因家的老歌。也阁有我上爱铁路的便当的介绍。你也来到铁道博物馆，这个展览一定爱来看哦。啥物遮有一个员工的浴室？员工浴室浴室哦，铁路的工厂吼，迄拢是足侪工人当遮做代志。对。安尼流汗吼，去修理火车，其实迄拢是足重的工课。啊，伊要互伊转去正常的，当来遮洗一个身躯的，甲规工伊的汗啦，啊是讲伊咧修理火车会绑着足侪油对无？洗好清气，洗了安尼转去厝里食饭、休困。
而且伊一天的工课都能结束。洗一个身躯转去，其实是对因生活来讲，对因的家庭来讲，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啊，即马即两池就是迄阵咧，互遐工人咧洗身躯咧泡。迄个所在是啥物？遮个员工要来泡汤吼，洗身躯的时阵，因家己身家己的私人的物件，吼，比如因的衬托啦、因的茶夹啦，吼，还是一寡散文，吼，放喺遮。这个所在对足侪台湾铁路。捌伫咧遮工课，遮个老员工拢有真好、真强烈的记忆。所以讲，阮的博物馆展览物件，嘛会当留着一寡铁路员工过去的回忆，哦，是讲算讲最有意义的所在。迄个时代，伊带迄日本专门咧翕相爱火车的人来台湾翕相。民国50-60年的时阵。台湾的铁路其实是袂当翕相的，因为铁路这款物件是算讲是交通真重要的基础建设。啊，迄个时代台湾拄好咧戒严的时代，啊，因为伊有摕到迄阵政府的允准，伊会当翕相，佫会当带日本的观光客，也是日本的摄影团来翕台湾的火车。所以，阮甲伊迄阵翕的相片，伊的记录，互人大家来看讲。一般人袂当翕相的迄阵，台湾的铁路的风景是生做安怎？后来伊这款精神嘛，影响到我。我本人嘛伫遮出现，差不多民国80年、79年的时阵，这个酷先生带阮遮迄阵少年辈，在台湾开始咧翕火车，开始记录。伊一直想讲，咱啥时阵有一个铁路博物馆？啊，阮嘛是会当记到伊这款遗址，所以讲。做这铁路博物馆的时阵，嘛是会想到讲啊，这个老先生其实迄阵在生的时阵，确实对台湾的一寡火车的保存，也是咱铁路博物馆的建设，常常寄真大的寄嘛。所以讲，阮办这个展览，甲伊追思，嘛甲伊纪念就对啦，嘿。今仔日的参观到上尾一站啊，为台湾第一台袂起外国的火车。到会使看到火车内底运动的荧幕，我看到火车一个一个进步，也阁有无共款。地主人讲，国家铁道博物馆，毋是干那保存火车文物的所在，嘛是一个台湾铁路文化的记忆，也阁有历史。即届我看到火车迷人的所在，我感觉阮即摆足幸福的。火车有6款会当坐，我要随时间逐拢来坐看卖。等我后摆大汉，去世界各国坐火车，四国佚佗。拜托阿公阿嬷、阿伯阿婶、阿姐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爱吃订阅、搁吃赞，也搁有分享互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对于住伫台北市的人来讲，时间到就爱去验车。啊，监理站啊吼，就伫北德路4段。便若去啊，我就会受到少量饮食。我若受到少量饮食，就受到青草2个字。重点是会当点的菜，实在是济到毋知哪点啦。啊，上主要就是有少量面，啊，还有炒饭，还有水饺。啊，伊的凉菜嘛足济啊，像咱吼，即个豆鱼。啊，这个豆鱼吼，其实最简单，就是用豆腐、皮，啊满满的豆菜甲包起来。啊，内底豆菜是脆脆，啊豆皮有一种粉过迄个味，哇，混一寡麻酱真爽脆。过来，你到小龙饮食一定会点卤味，哇，这个卤味足侪款的啦，这个豆皮啊、放内肠啊、等等啊吼，点啊大盘，所以去小龙饮食吼，定定拢爱是一个人去。你若是一个人，可能是点迄种较特殊的菜；一群人你用点大盘的这个卤味，啊有一个特色就是怪味变色，啊这个怪味顶头迄个青青眼就是鸡苓啊吼，鸡苓啊切做幼幼啊吼。青青，啊像这个怪味，
因为顶头这规定就是真清爽酸酸，不过下骹出的这个油就较咸油，所以酸酸咸咸有甜甜，还有好的滋味，会当讲是真特殊的这种，人讲这个外省来的这个菜，真赞。无论如何，少量饮食来吃就是爽快海派，会当点的菜坐甲互你点袂完，而且来吃甲朋友开讲食饭会当讲是这口味青草的少量饮食是第一点。变顺创若到上演迄口味9点一到，我头壳就点，敢要去食老妈妈的凉面。这间是伫市民大道下骹小小的市场内底的店。这个凉面会当讲是台北上赞的这个凉面，营业时间真特殊伊是宵夜场为9点开始，卖到过顿工透早，卖完伊就休困这间时间未到人就摆甲叉，拢是这困袂去的也是兴食的这个，尤其是少年人最爱来。你要食的时阵你爱配一个米索顿，还是点2包半青色的嘛，真赞。我感觉凉面其实是上简单的，所以就是上歹做，因为你要准则甲拄好，无论是这个面条、麻糬，还有这个牛仔龟，你用猪鳖夹起来的时阵安尼切的，迄种麻糬甲面迄种松香则甲拄好。入你的嘴了，你要食到迄个淀粉的味。个麻糬的味，个面伫内底迄种胶纹，迄种素洁，个好食的这个味。凉面会当讲是一种艺术，用上少的料做上青草的迄个手路。纯粹有一步，我若食袂落的时阵，也是食完了，个包转去，甲冰起来，过顿甲油完，气味足赞的。这会当讲是素洁，迄个手路准则甲拄好的台北款凉面。嗨，大家好！这集我要先请问大家2句，请问你台湾话安怎讲？第一句，柠檬比橘子酸；第二句，我的新车比旧车大。这2句你安怎讲呢？第一，柠檬比橘子酸，你敢是讲柠檬比柑仔酸？第二句，我的新车比旧车大，你敢是讲我的新车比旧车大？我相信足多人会安尼讲，但是伫台湾话，咱咧讲比较的时阵，爱会记的比较的较迄个念卡，伫台湾话你爱加入去，才成台湾话讲法咯。所以拄啊迄句柠檬比橘子酸，你应该讲柠檬比柑仔较酸。我的新车比旧车大，你应该讲我的新车比旧车较大台。这除了比较这个卡爱注意以外，还有就是大台的台。伫台湾话，你要讲大岁的时阵，你后壁爱会记加伊迄个量词。什么叫做量词？就像咱讲一本书、一台车、一间厝。所以这间房子比那间大，你就爱讲这间厝比迄间较大间，伊爱有这个卡，伊嘛有迄个间。讲到大岁，我要跟大家讨论几句。请问那里地方比较大，比较好停车，这句你的台湾话会安怎讲？这条路太小，不能会车，你的台湾话会安怎讲？第一句你是不是会讲遐所在较大，较好停车？安尼讲其实咱拢理解嘛听有，但是伫台湾话内面空间的大小，特别是你会当活动的空间，不是讲像细鸭内面的空间，咱会当活动的这个空间的大小，咱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跨甲围，这个围有真侪讲法，有人会讲 A， 有人会讲 A， 所以我拄啊迄句，那里地方比较大，比较好停车。咱应该讲遐的所在较宽，是讲遐的位较宽，甚至你直接讲遐较宽，较好停车。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这是较右的部分，比较好停车。这个好，其
其实咧台湾话就是比较容易完成的迄个好，其实咧台湾话应该讲好势，所以这句你应该讲遐较快较好势停车。拄啊有第二句，这条路太小，不能会车吼。所以我拄啊讲嘅大跟小伫空间咧活动的空间，咱来讲快甲way，所以伫遮这条路太小，咱应该讲这条路伤way，袂当相闪车。这是大家爱注意，大家定定拢袂记的这个用法，拢敢若想到大甲小。所以后回啊，你若是有朋友买新厝啊，你感觉讲哇，这个房子好大哦，你也会记得讲哇，你这间厝足快哦。啊，讲到大岁，讲到年纪的时阵也，咱会讲我哥哥大我3岁，我弟弟小我5岁。这两句你台湾话安怎讲？你是不是讲阮哥哥大我3岁，阮小弟少我3岁，还是讲阮哥哥比我大3岁？等等。但是伫台湾话内面，若是讲到年纪的大岁，其实是用加甲减，所以咱应该讲，阮哥哥加我3岁，阮小弟减我3岁。啊，若是要讲他们2个同年，这个台湾话安怎讲？你是不是会讲因同款年纪？就是直接用中文来翻。但是伫台湾话有一个讲法，固定的讲法就是因2个同年。也是讲两个人变做岁，有人会讲因2个变大汉，安尼敢对？一般来讲，咱咧讲变大汉是讲2个囡仔伊的年纪同款的时阵，咱会讲因2个变大汉。咱较袂去讲2个老大人变做岁的时阵，咱袂讲因2个变大汉，咱会讲因变做岁，还是讲因同年。所以后回你若要讲年纪的时阵，你会记，莫讲大还是岁，其实年纪爱讲加还是减还是变。另外，还有一个。中文常常用的大，风很大。在台湾话安怎讲咧？这应该较简单。我若无甲你提醒的时阵，你可能就会讲风真大。但是即摆一点，你应该就知，风很大咧。台湾话应该讲风真透。上尾来要搁讲3个台语词，要甲大家提醒，因为这3个词，你若是一直用中文来思考，你是常常会袂记的。第一个，我要请问大家哦，这个人很高，你是不是会讲？这个人真悬，但是要甲大家提醒，在台湾话咱来讲，身高很高是爱讲这个人真老，咱袂讲真悬。另外就是老这字咧，在台湾话还有另外一个词嘛，常常出现就是肉咖。咱讲这个人腿很长，是讲这个人真肉咖。第2个词我要请教大家，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小孩。这句你台湾话安怎讲？你可能就会讲，我是厝内上细汉的囡仔，我是排上尾的囡仔。安尼讲拢无唔对，但是台湾话有一字，有一个词，咱常常袂记的就是班。你会当讲我是班囝。你想看觅，你是不是有你的这个长辈？你可能会叫伊班姑、班姑、班侄。这就是讲你的父母的这个上细汉的兄弟姊妹。这个班咱唔通袂记的。过来第3个词，这个青菜很老，就是讲咱感觉迄个菜一定拢剥无法。这个很老，你台湾话安怎讲？你敢会讲这个菜真老？可能真侪人安尼讲，但是在台湾话，这种情形应该是讲这个菜真瓜，菜真瓜，就是讲迄个菜拢足无味的，爱讲瓜，记莫讲老哦。所以上尾这3个词拢是一字一字，但是伊就是足有台湾话的这个特色，大家爱会记甲摕转来用。小朋友聊你讲哦，咱来上课怎么真忝哦？你坐车啥，过来有钱太好做啥？迄个讲聊，过来一直讲聊，你讲会聊，你讲厝。爸，你看，几奇怪，古早哪有一个啥？古早做东番，另外一个名做王港有无？就是鬼，还是梦对无？鬼魅魍魉，你看小朋友讲，我台湾是鬼岛，迄嘛咱的地名咧，昆林嘛有，体个台南嘛有，迄本来做蠓港，蠓仔港，鱼蠓仔的蠓，迄只古早咧掠鱼啊，蠓仔港，
但是听都毋知要安怎写。所以咱台湾真侪所在，遐塔做半线，中华古早咧半线，台南塔古早做新港，做蛟龙有无？你来看，足奇怪有个地名，足奇怪，你着去一拢亲问老师，若无着去查电脑，电脑伊甲你解释，但我大概讲一个比喻啦，电脑解释差不多一半毋对，伊足趣味的，佮继续问老师，那遮趣味，就变咱透过要了解台湾，看册是真足用的办法，但是去外口行去看地名，嘛是一个足趣味、效果足好的一个方法。咱阳明山对吧？有一个所在做底下湖，蜘蛛湖对吧？有湖嘛？阳明山面顶有湖呢，袂讲足奇怪。你看咱迄个台北毋是有内湖，像遐古早一个湖泊，毋是来，伊讲就讲，原来咱台语有足侪物件，含迄中国语无一定共款。湖伫咱台语就是啥？家所在。即个啥？像我毋是以前上班的所在南港，其实南港哪伫台北？南港伫台北嘛，北港伫阮寮，西港伫啥？台南，东港伫屏东，塔呢？毋难呢哦。比如塔咧啥？南港塔伫迄个啥？足内底呢？你毋讲港拢，宜兰港拢是港口嘛，对无？塔真侪港拢啥？用南投无北港，塔会讲迄个啥？伫足内陆所在有港，海港毋是港口，哪有做港？伫咱台语的港，就是水一道，水流啦。咱看一江水，咱来讲南港，南边的一江水，北边的一江水，毋是南边的港口，毋是南边的啥，北边的港口，做毋了地名。会当你看出原来这古早水流什么款的，就包括有所在有做几啊溪，有无？贵子坑，很贵的贵。还一个字，我是讲啦，要是讲迄只古早，迄囡仔足贵的，毋是啦，几啊溪是鬼仔坑，几啊，它有做鬼仔坑，就是迄搭有一个溪流，若无落雨就是溪，若落雨就变溪。才几啊，边仔有王阿埔，咱台湾台边仔都嘛做几啊溪，或者贵子坑，你不要以为那里就是，现在古早王阿埔，所以王阿埔毋照过来做起来，阮古早做手着王阿埔，我嘛敢去，对无？咱看要了解过去，平时无爱无紧。